第一個想同司長討論嘅係關於保安部隊嘅工作人員嘅壓力。其實點解我哋勞工法我哋要有一個每週48小時嘅限制，就希望能夠去保障人員呢能夠有足夠嘅時間休息。但係實際上面而家現時呢，保安部隊呢有唔同嘅範疇，包括司警局，其實都好多同事佢可能佢工作時數可能已經超過咗呢個工作嘅時間，咁所以都希望可能喺員額制嘅限制之下縮減佢哋嘅工作時數，從而呢減輕佢哋嘅工作壓力。未來點樣去檢視而家呢保安部隊，無論係佢嘅工作時數也好，休假制度也好咧，希望能夠可以去完善，從而能夠可以咧提升到佢哋嘅士氣。保安人員對我哋嘅城市安全啊、防罪滅罪啊、防火通關、民防呢啲都係好重要嘅。咁而家工作多咗，任務難咗，咁佢哋人員壓力大咗，工作時間長咗。其實呢個係好現實嘅問題，呢啲都值得關注。有足夠嘅休息休假嘅安排，有啲實際嘅激勵嘅。多年嚟都講週末性報酬嗰個制度係應該要檢討同調升，尤其係體現對於一啲超長工時嘅人員，佢喺補償休息上面有一啲相應嘅叫做激勵啦。近年呢，保安範疇嘅工作量係唔減嘅，例如呢，喺海關方面，隨住本土同埋內地互聯互通持續深化呢，珠澳兩地通關嘅壓力係不斷咁增加。咁海關人員嘅工作壓力呢，亦都係持續咁樣去增加嘅。咁今年度呢，施政報告亦都係表示呢，將會研究響合適嘅地點呢，係規劃陸路或者係水路同橫琴直接連通新通道嘅必要性同埋可行性嘅。咁預料未來海關人員工作量呢，係將會進一步增加嘅。此外呢，由於永久危險品儲存倉呢，仍未係建成，咁為咗確保安全啦，目前只有依賴消防局高頻次嘅巡查同埋安全監督，亦都增加咗相關人員嘅嗰個工作量嘅。咁喺呢度咧，想請問司長閣下，喺員額管理制度之下咧，係點樣疏解相關部門人員嘅工作壓力？我借呢個機會呢，亦都對我哋全體嘅保安範疇嘅同事呢，表示衷心感謝，亦都對佢哋嘅努力付出呢，係表達我嘅呢個敬意嘅。各位局長亦都係非常重視人員嘅福利待遇，尤其係去休假方面嘅權利。各位局長呢，盡量係確保每個同事嘅休假。我哋亦都係非常關心我哋前線人員嘅呢個壓力問題。咁所以我哋喺呢個施政方針當中呢，去警務管理方面係講到柔性人民關懷嗰度。